如果上帝有一間酒吧，你覺得他會是什麼樣？在廣東中山，一位做了15年酒吧的老闆，我們幫他花40萬，把一間180平的舊舞蹈室變成了一座上帝與凡人共飲的樂可可酒吧，讓巴洛克的靈魂在水泥盒子裏復活。今天我們帶你走進這個連上帝都忍不住坐下喝一杯的空間 Rococo Bar。老闆做酒吧15年，見慣了燈紅酒綠，但他心裏一直有個執念，想開一家帶歐洲古典舊教堂味道的酒吧，不浮誇，有古典感，像時光倒流300年。一次聊天，我問他名字想好了嗎？他說 Rococo， 樂可可藝術史上那位斷頭皇后，精緻凄美，帶點寂寞。我說一個皇后獨自喝酒，多孤單啊！於是我們定下一個核心概念：陰陽協調，男女互補，用巴洛克的戲劇張力去演繹樂可可的細膩柔情。而且你知道嗎？這間鋪子以前是一間舞蹈室，滿牆鏡子，2樓是閣樓，空間很硬。我開玩笑說，上帝都受不了這麼硬的牆子，那就乾脆把上帝請下來，把中間吧台打通，讓天光和天眼落下來。我們做的最核心的一個動作，打通中空。原來舞蹈室中間是吧台，2樓是封閉的閣樓，像個盒子。我們把樓板切掉一塊，讓2樓和1樓視線貫通，然後在正中央吧台上方掛了一盞紅色吊燈，我們叫它上帝之眼。什麼意思呢？上帝不再高高在上，他就坐在那個穹頂的位置，低頭看着吧台，看着調酒師搖晃雪克壺。為了讓上帝不那麼孤獨，我們從他腳下引出一條河管，用弧形線條和地面材質分割，像泰晤士河穿過倫敦，流動在吧台四周。客人坐在河邊喝酒，上帝在河對岸看着你，人和神共飲一杯。空間分成動區和靜幽，吧台區域是動幽調酒，音樂碰杯熱鬧。2樓2個房間是靜區沙發暗光私密聊天。原來的舞蹈室有很多舊鏡子，我們沒拆，反而把它們組合成一格格天花和牆面的反射面。為什麼？因為180平實際不算大，鏡面可以欺騙眼睛，空間延展1倍。巴洛克那種繁瑣感也被簡化成幾何秩序。你抬頭看，鏡子裏映出紅色吊燈，拱形門洞，人影交錯，像一場永不落幕的戲劇。燈光我們只做2件事：點光和線光。點光負責局部照明，每張桌子上1束光，剛好照亮酒標和杯壁。為什麼？因為現在年輕人喝酒，第一口先給手機喝，一杯漂亮的特調，沒光怎麼拍？線光則是氣氛組配合音樂節奏，像心跳一樣。整體造價只有40萬，180平方，40萬，在今天的裝修市場裏幾乎不可能。我們怎麼做到的？把巴洛克的繁瑣抽筋剝骨，只留下線條和比例，沒有金箔貼面，沒有大理石浮雕，用乳膠漆、鏡面、線性燈和一把好木工，做出穹頂的儀式感。老闆說要像教堂，但不能貴得像教堂。我們做到了。如果一切順利，這個項目25天就能完工，但我們足足做了40天，全卡在一樣東西上。門口的拱形門面，那個拱門不是普通的半圓，它是巴洛克風格的斷山花變體，弧線複雜，要手工放樣，木工一層層拼。我們換了3批木工，做不出來，光這個拱門就做了25天。老闆一看到雛形出來，月直了，還有上帝之眼那盞紅色吊燈，位置調了10幾次，低1分太壓抑，高1分沒神性，最後定在離吧台2.4米，燈光剛好落在調酒師的手上。施工的難不是難在材料貴，是難在每一根紅線都要對得起。巴洛克3個字。老闆抬頭看着那盞紅燈，說：現在上帝不寂寞了，因為他有一屋子人陪他喝。你看，設計從來不是堆砌風格，它是一個故事，關於一個做了15年酒吧的老炮，想給都市裏孤獨的人做一
可以對着上帝舉杯的地方。401180平，一個難到讓人崩潰的拱門，換來了這座小小的洛可可神殿。如果你有機會路過，推門進去，點一杯酒，抬頭看看那盞紅燈，說不定上帝今天也想跟你碰一杯。很多人問，設計到底在服務什麼？設計從來不是為了炫技，不是堆風格。老闆要的是教堂味，但我們沒見教堂，而是把神聖藏進一盞紅燈、一條弧線、一面舊鏡子裏。客人坐下來，抬頭看到光落在酒杯上，突然覺得這杯酒喝的不是酒精，是氛圍，是故事。從洞區的碰杯熱鬧，到2樓沙發的獨處安靜，情緒被空間帶着走。這就是設計聽懂業主沒說出口的願望，然後用施工最難的那個拱門，最實惠的好材料，做出讓客人想拍、想聊、想再來的格調。喝酒從來不只是喝酒，是體驗，而我們只負責把體驗做成真的。